1.5公里；T356 1.2公里；T358又1公里；T373 0.8公里；T375 1.5公里；T356 1.2公里；T3340公里，T344，T300 1.2公里，T379 1公里，T359做乜粒聲唔出走去啊？ T359知唔知我揾咗你好耐啊？T372 1.5公里，T300你究竟有冇聽我講嘢啊？我頭先咪話嚟呢度搭巴士咯，係你顧住同人哋講嘢，冇留意啫嘛。你今晚又掃邊條巴士線啊26號啊！對唔住咯，頭先你阿哥冇為意，聽唔到你講嘢，唔好嬲我好嗎？自己唔留意人講嘢，又怪人。咁啊，巴士而家幾時埋站啊，車長？有排啊！26號有76個站㗎。你知唔知全長有幾多公里啊？有成48公里㗎，係循環線嚟嘅。如果由頭坐到落尾嘅話，起碼要2個鐘㗎，加埋司機去廁所，仲要多10分鐘添。咁我哋幾耐先返到屋企啊？仲有8個站，如果一個站1.2公里嘅話，即係仲有9.6公里。咁你計唔計到咧？我哋而家距離有幾遠？1、2、3部分啫。你阿哥咧，有時覺得同你好似好遠咁。1、2、3，咁都話遠啊？細佬話你明唔明啊？有時巴士站咧企咗好多人，等緊你架車，但可能你揸車太專心咧，唔為意，飛個站自己唔覺啊。但係我真係睇唔到人哋遞手，聽唔到人哋撳鐘啊嘛，咁我咪繼續行咯。咁或者你試下咧，剝咗佢，再戴返佢，可能以後唔會再飛站咧。但我真係睇唔到人哋遞手，聽唔到人哋撳鐘啊。咁讓阿哥陪你睇，陪你聽，好冇？喂，車嚟咯喎，返屋企啦！話你有行咁快？咁阿哥啊！